今仔食这哦。对。你看哦，我若是阮同学安尼伫厝诶，家己着接 case，我着会使困较饱。对啊，咱若遮无 case 哦，就会困较无想要精神啊。对。对哦，我今日发薪水呢。哦，我一个月收20天诶酒无咧收为着今仔日，等薪水入包我再转互你。好。啊，你妈搁差偌济？咱差不多啊。差不多。明仔咱用要甲钱欠够啊，厝个要起。啊，咱就一直欠，啊，厝个搁一直起，啊，咱搁用，啊，厝个要起。哦，安尼咱一世人就4间厝爆掉掉。